要是觉得招摇，你这样你就把眼睛闭上，一走一过你不看他，对吧？你一闭上不看他就行了。反正我呢也不是给你看的，我是给全连乃至全旅的战士们看的。咱们这次国庆阅兵，火箭军方阵，全基地选派28个人，咱们战士连唯一的一个就是你。连长，我去阅兵村，大家都知道，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啊？兴师动众了吗？我这还有更兴师动众的呢。那明天我准备搞一个特别隆重的欢送仪式啊，那红毯铺地，鞭炮齐鸣的。我去阅兵村，是不是给咱们连争脸啊？必须的呀。那我提一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你看你这么争脸的时候，你就提一个撕掉横幅这一个要求啊？你说说为什么？连长，你看，这么多老兵在部队里待了一辈子，退伍的时候也不过如此。你这把横幅一拉，我这心理压力太大了。再说了，去阅兵村是全连乃至全旅多少人破碎的梦想，我把别人破碎的梦想给挂起来，这太不地道了。那红毯铺地，鞭炮齐鸣，我会跟旅长说，都不要了。你这个臭小子啊，反正在我这儿，我不同意啊，我肯定不同意。行了，谢谢连长。哎，小荣，还是你牛啊！啊，连长一个电话打个值班室，当时就把横幅给撤下来了。哎，你让大伙儿给你高兴高兴呗。先撤了吧，等我从阅兵村回来再挂啊。行，等你回来我再给你挂上。夏周，你是你们战士连唯一去阅兵村的独苗，好好干，早日凯旋，为你接风。谢谢旅长。旅长，我能问您件事情吗？您别介意啊。你说，那枚树警的导弹，我真的有机会可以发射吗？怎么？你是怕你那边去了大阅兵，这边弹就飞了？啊？放心吧，谁准备好了就是谁的。这样，这个我可以先送给你。夏周，你为了参加阅兵，放弃了考学题干，我这个当旅长的，佩服你的勇气。当然，我更是希望你能够早日考上军校。你的才华，应该需要更大的舞台。旅长，您放心，等我阅兵结束回来，我就马上准备明年的考试。一言为定啊！不过我有言在先，当班长呢是干3年，考上学之后呢，你可是要干一辈子的。旅长，您是怎么坚守下来的？什么意思？您从来没有动摇过吗？从来没有想过脱掉这身军装？怎么说呢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的导师是一个军工的老专家，他是2次进入火箭军的，他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了。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特别好，他说一个军人的一生应该有2次穿上军装的机会。第一次穿上军装就是新兵入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毛头小子什么都不懂，就觉得穿军装帅，火箭军牛。可第2次穿上军装，就是他脱下军装的时候。脱下军装，怎么就是第2次穿上军装呢？当你脱下军装，你才会发现，你的灵魂已经把你的军装刻在你的骨髓里了。这就是我的回答，但不是绝对正确的答案，更不是唯一的答案。因为每一个老兵的理解都会不一样。夏周，我期待着你的回答。我让你来270旅，绝不仅仅是来当一个班长的。
谢谢大家今天用这种方式来接我，我觉得真酷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你是咱们火箭军的骄傲，270旅的骄傲，更是咱们战刃连的骄傲。想了很久，想呢怎么能把你接回来呢？最后啊，就定一个这个啊，安安静静的把你接回来，不敲锣，不打鼓，不放炮。一个呢是我们大家伙啊看着英雄回来，还一个呢也让大家伙感染一下祖国母亲生日的荣光。这就叫做轰轰烈烈的走，安安静静的回。夏主啊，你这载誉而归，大家都等着你做汇报呢。听一听阅兵村的故事，讲一讲天安门的那些瞬间。这真要讲起来啊，没个一天一夜也讲不完。兄弟们都想听一听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到时候哈，每一个细节都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啊。是。哟，这还转夏卓亲戚，国外寄过来的。哎呀，我来给斟酌一下啊。哎，你看啊 ，from French， 啊 ，Bonjour， 啊，梁洛怎么跑法国去了？来，打开，来，哎，不行啊，不能打开，啊，为啥呀？我一直都没打开过。嘿，梁洛寄来的，打开看看。哎，看。不行，我都能猜到这里边寄的是什么。那你能猜到，我们俩不知道啊？是啊，反正不能打开，干嘛？非得让我第一天回来就掉眼泪啊？掉眼泪？你和他，我也不知道。总之呢，我刚到阅兵村的时候，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他要去法国念书。我临回来的时候，给我寄了这个。不管是不是分手，我都相信总有一天会再遇见他。不打开，所有的记忆都是美好的。万一打开，更美呢？啊，这谁能知道啊？那也要等到更美好的时候再打开呗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阅兵是大事，我怕影响你。现在说就不影响我了吗？再不说就没机会了。签证已经下来了，我后天走。梁诺，是因为说好的2年，我又续签了士官是吗？我们之间何止1个2年，我们不都坚持下来了吗？那现在你要放弃了？夏卓，因为你做这个决定真的好难，不要再让我反悔了。有缘会见。爸，儿子，东西收拾好了。嗯，明天就走。
这会儿在干嘛呢？外面坐着呢，没干嘛。孩子，想事儿，想明白了就好，想不明白就不想啊。人生在世，爸，我想挺清楚的。好，好，我就知道你能想清楚。你比你爸强啊！谢谢你。你也不用谢我，我这个当爸的。爸，照顾好你自己。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这射手怎么不去上路把篮抢了呀？真是的。哎，快，哎，嘿，这就对了嘛。这么半天才杀了一个人，你也太菜了。哎呀，我这好久。哟，哎呀，哎，玩了。哎呦喂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开除了？会不会说话？你小子，哎，这军校这几个月确实不一样了。那看看这气质，我是不是得给未来排长敬个礼啊？来吧。哎，你等着。哎，那，我私藏的气泡水。哎，真的怀念这个。那还是这会儿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喝。联邦呢？联邦，哎，联邦现在可是2班的班长了，我1班班副。可以呀。班长是下桌。哎，对了，你回来去见连长指导员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不刚回来吗？就去干部科报了个到。那你住哪儿啊？住这儿啊，这不有床吗？住这儿啊？啊，别，你还与民同乐啊？你赶快换个地儿住。真是，哎呀，主要是吧，没你我睡不着。啊，行啊，你小子啊，军校没白念啊，学会开玩笑了都。我一直会开好吗？我都没发现。哎，说真的啊，到底想没想我们几个？想了。我想顺利的从军校毕业，然后名正言顺的当排长，然后折磨我们几个。答对了。你看你，你就不能学点好？哎，那个，跟你说个事儿呗。行，说吧。你爸来不对了。他说，儿子都退伍了，怎么都不回家呢？还说什么？还说
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考上军校这事儿，你是不是没告诉你爸？没有。行，我先回来再收拾，我先去见连长了。走了。王军，这事儿我可谁都没说啊。谢谢。我不管你们在家里怎么样，但是尊敬老兵，从我做起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听不见？听。你俩说什么呢？王副，到，在这儿训练。在。你吓死我了！呀，回来了啊？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可以啊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哎呀，我们这个干好基层的工作就好了。哎，觉悟方面呢，您还得多提携提携。有病是吧？好了，你找我。哎，我这刚想问你的，你知道爸来了吗？啊，知道他说啥吗？说你都退伍了，你也不回去一趟。你说你考军校这么大一事儿，你好歹跟你爸说一声吧。再怎么说，他还是你爸呀。啊，这事儿吧，我们也不好多说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天正好栗子梦站岗嘛，完了他就给我。哦。谢谢。慢，你先别练了，别练了。你起来，我问你事儿。怎么了？哎，欧阳军你见着了吗？见着了，应该去找连长去了。你跟他说他爸的事儿了吗？我说了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啊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啊？你跟他说了？说了吗？哎，不是，你也没跟我说，不让我跟他说。他今儿回来，我一看见他，我激动，我高兴，我就上去，就跟他说了。我这不是也关心他吗？你这样，妈，你回头啊，你单独跟他聊聊。那毕竟是他爸，这事儿吧，说多了也不好说，是不是？行。哎呀，叫你别多嘴，你看你。哎，给你来个白桃味的气泡水啊，喝完你心情就好了。哟，这气这么足啊！夏卓什么时候从待机库回来？找他聊聊这事儿。明天啊，太好了。你找我？我想，哎呀，我先说吧。你先说吧。这事儿啊，不怪你，也不怪联邦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想办法改变自己，但你也知道，有些事儿并不如你所愿。我想跟他说些什么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更不知道说什么。
我记得当年你明明没体感，你还自己弄了一身军装，拍了张照。哎，但是现在呢，我反而没那么兴奋了。我都能想到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告诉我爸，我说爸，儿子上军校了。但是，我怕他第一句就回了一个“嗯”，第二句就是还有事儿吗？没事挂。我也想过写信跟他说，但我觉得写信不能表达我想说的东西，我怕他看不懂。怕他看不懂。我还想过，我想过回家，我推开门告诉他：“爸，儿子回来了。”我估计我一回家推开门，见着他面，我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所以我现在什么都没跟他说过。王永俊，哎，其实我呢，特别理解你，真的。我们大学到部队这么多年，我能不理解你吗？只是我们平时很少沟通而已。我就是真没想到你爸能来部队，相信我一次，也听我一次，和解吧。跟谁啊？跟我爸？跟自己。松手！爸，你给我松手！爸，松手！爸，我23了，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说想打我就打我了。你可以被你爸打到大，但我不行。给我，这玩意儿它不能传代吧？反了，你反了你！给我捡起来，捡起来！爸，从小到大，你每一次打我都下死手。小的时候，人家都说我是神童，曾想说我特别厉害，但您知道吗？我每一次考试特别害怕回家，考不进前5回家，你又会拿皮带抽我。从上学开始，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，从头都是学，还是学。爸，我考个第6就不行吗？我妈就是因为受不了你脾气走的，我挺想她的。
排长好。几个月没见，跟我这么客气，能参加国庆阅兵，恭喜你。我就是幸运，没什么好恭喜的，这都是集体的荣誉。不，你是幸运撞上了努力。你呢？我呀，跟你相反，我是努力的想撞上幸运的。待几天啊？1个礼拜。我们系有一个实践论文，我选择回部队调研。哦，对了，拿个东西。这是你的。谢老魏啊，考军校的事情，我还要再考虑考虑。没什么，有机会再说。回头见。哎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啊？是啊。我也发现了，阅兵回来人就蔫着，肯定是有什么事儿，但是有什么事儿我也没问他，自己想办法，自己去调整呗。毕竟是个老兵了，如果要是想着提干，就要学会自己去调节。是啊，连长，他这人我特别了解，他是一个特别积极乐观的，你从来不会在他身上看到那种无所谓的状态。但现在看来，当士官也好，提干也罢，他还没有准备好。准备？对。你想啊，如果不考学，士官当一期就走，不是没有准备好吗？他是个人才，我一直都不否认。而且，咱们旅为了培养我们，确实花费了很多心血。但夏卓现在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样。哎，你这个领章带了有几个月了吧？你思考问题的高度你得跟得上啊！啊！既然带了这副领章，你就得以一个指挥员的思想高度，啊，去思考问题。不同的指挥员思考问题的高度、方向、层次，那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么说吧，你、夏卓，那都是我特别看好的。你们是未来火箭军乃至全军的中流砥柱。我明白了，连长。干什么呀，干啊！啊，你是排长，他是个班长，是个战士，咋的？带兵不会了？我手把手教你啊！哎呀，连长，我知道你已经有方法了，要不指点指点我们？从你开始啊，好好想想吧。同志们，咱们今天啊，搞这样一个活动，是因为咱们连的欧阳俊同志刚刚完成火箭军工程大学第1学期的课程。昨天呢，我们2个人聊了一聊，我发现啊，这1个学期，欧阳俊同志掌握了很多新的知识，学习到了很多丰富的内容。因此呢，今天咱们呀搞一个这样的讲座，让他把这1学期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掌声欢迎一下欧阳俊同志，呱唧呱唧，好，来，呱唧呱唧。各位战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欧阳俊。昨天，连长交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几个月来的学习心得。我准备了1个晚上，想跟大家聊一聊。过去常常听到，到了学校后，常常在心底念起的那一句口令：好守就位。当我进部队第1次听到这4个字的时候，真的是热血沸腾。这4个字，我相信大家经常能听到，而且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能理解这4个字的含义？这几个月里，我始终琢磨这句话：好守是什么？我记得基地方副司令曾经跟我们讲过，
号手不仅仅是一个称呼，一个岗位，更是一种使命，一种荣耀。我们与导弹打上交道，事实上就成为了共和国的执剑者。我们手里掌握的是这个国家的王牌和底牌。就位呢，也不仅仅是一个行动的指令，我觉得更是一种状态，一种隐而待发、随时能战的状态。那么，我想问大家，如果战争来临，我们能就位吗？大家应该都不怀疑我们具备这个能力。毕竟参加了那么多的演习，打了那么多的导弹，毕竟我们是百发百中的。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真正的战争是不是真像演习那样，给你一个靶标，让你从容地占领阵地？不是。既然是战争，就一定有对手，有敌人。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我们的敌人？当我们的目光离开靶场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就会发现，我们处在一个强敌环伺、对手林立的国际环境中。我们的对手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我们的纪律，在海上，在边境，在网络空间，在隐蔽战场，我们的兄弟部队与敌人短兵相接，每天都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。我说这些，只是为了告诉大家，我们是不轻易出手的那一张底牌。但假如战争今天爆发，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有底气、有实力喊出“号手就位”。那天的欧阳俊让我突然觉得很陌生，但更多的还是钦佩和欣慰。短短的1个学期，我感受到了他身上从未有过的自信、豁达和包容。哎，他和梁诺什么时候分的手啊？听夏柔说，是去阅兵村前后的事儿。那他还说什么？哎呀，无奈的接受，强颜欢笑呗。我想明白了，咱都别操心了，夏卓的事儿就让夏卓自己解决。你想想，夏卓是谁？超级大脑，对吧？他要是都想不通的事儿，那一定就是想不通了。邦邦，我就是想帮帮他。你说我刚一回来见到他，整个人奇奇怪怪的。哎呀，我们也想帮他，可是怎么帮呢？哎，你问易子墨，他自己抱的那盒子说，什么只有不打开它，才能完美的保留这段记忆。等会儿，什么盒子呀？就是梁诺给他寄的快递，还是从遥远的法国寄回来的。那盒子就是这么大，然后是黄色的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对，我见过，在那储藏间里。这个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就让他打开，他就是不打开。这怎么办呀？哎，欧阳俊，我还没发现啊，你开始关心夏卓了啊？你这转变挺大呀。我转不转变？2年前我们入伍的时候，黄文医生把我列在了入伍名单之外。都知道，其实是夏卓，啊对，还有你们2个，硬生生的围追堵截才把我拉进来。所以现在这么好的时候，我不希望他因为一个失恋就耽误了自己的前程。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你们2个也别袖手旁观啊！我们哪儿袖手旁观了呀？我们想帮他没办法呀。你说你们都了解他，夏卓他，对吧？你们就没有想过给梁诺打个电话什么的？我们怎么打电话啊？那是他女朋友，又不是我们女朋友。那你们是同学呀？哎呀，行，都别说了。这事儿吧，我和尹梦
都有责任。可是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就是想帮帮他。哎呀，你们就真不好奇这个盒子里是什么吗？好奇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很有可能这个盒子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咱们这么做，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小周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第一，有我们直属领导欧阳排长为我们撑腰呢，默认了啊。第二，我们这么做，也是因为对夏主好啊。干吧，开始。哎，让你头摇什么？我们怎么能干小偷小摸的事儿呢？这东西开锁没问题。蹭，快，慢点。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。午夜时分，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，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